天是刘兄。这是你的衫裤。这衫的纹，你放现裤边，让你做啥？弟弟，这钱是你辛苦赚来，你家己留在身躯边用，你着加客气些。出门在外，身躯边若是无纹了，会哪会用？还是受气。弟弟，多谢。身体这么啊软弱，你家己都要较保重。我知影，奇妙，初家人若是去问你，我知影，我会甲伊讲，我根本就无看到你，也唔知影你去倒位。我实在真想袂晓。为什么你不爱甲楚公主完婚？你安尼点点就离开咧？我配袂得过。论才貌，论武艺，顶天有野的名门贵秀，无甲一个甲你会比。是安怎讲？你配楚公主袂得过？你这个查某囡仔，大项都真好，就是心机太重，什么代志拢藏伫咧心肝内，连仪表你也唔肯讲。奇妙，请你原谅我。好，仪表也袂怪你，
是讲，从今你家己一个孤孤单单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想要来去仙女山，找我的表兄们，水莲河。水莲河，伊死去啊！你讲啥物？会早起我洗衫的时阵，听人伫咧讲，水莲河伫咧翠竹庵，互铁汉英一剑毒死啊！宋天，等下，宋天，我是你的某囝，也毋是冤仇人啊！你为什么用这种态度对待我？为什么都爱去问？应该问你家己就明白嘛。是毋是因为我杀死水莲河？其实杀死水莲河的人毋是我，而是你。你，我早就讲过，我的度量已经做到极限。以后伫这个顶天府，有伊就无我，有我就无伊。不过，你不但无劝伊走。反倒转来伫洞房之夜去甲伊私会，你讲是毋是？你亲手将伊杀死的？宋天，不管水莲河是死在什么人的手头，惠弟已经死啊，咱搁较哪讲嘛是翁仔某，你莫搁再计较，好无？铁汉英，并免一受天空，我永远袂原谅你。等下，刘宋天，敢讲你袂记你的手？你的秘密拢伫我的手头。无毋对，我是重要，我是干涉，也毋过，你这个看守对翁婿也帮忙真多，到个时阵，你也难躲一死。看刘上天真生气，我离家出去，恁翁某又搁起小良心，无对。嘿，刘上天实在对你情不诛，恁新婚以来一脚步拢无来甲身旁，你这口气要搁忍袂掉啊！汉英，刘上天，伊是什么款的人？伊这本身上目的是为什么话？你一定知影。阮甲阿姑讲，我若讲出来，迄个高古无情的下校鸟一定会倒架架，讲我是伊的毒贩。看来，我只有想一条杀人不用刀、别口不见血的毒计去对付。汉英，刘崇天是一个无忠实的翁婿，所以我打算要将伊毙掉。实在。不过，我必须得爱陪你甲我斗相共。汉英，只要你若回心转意，
除掉这条的河军，任何代志，阿姑一切帮助你。我拜托阿姑，你给我找一个人。哦。好妙计，好妙计。就是去困伫你的眠床的啊，讲要来填你的性命啦。啊，若是第二遍吼，伊就是伫厝内，那咧啉烧酒，念的哭，就念的笑，袂输敢若痟的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佫特别佫较怪呢。伫咱的头前的桥顶遐吼，安尼一个两粒目睭青紧紧啦，啊又佫安尼吼，直哪行啊哪对咱这边来，大个，你爱较注意的哦，看起来是敢若咧痟呢。伫个互你看，你看，对，伫啊。你又去？你竟然无死！兵兄，站起来！还有本子，我对不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当初我误会你用毒枪的暗算，险险我是犯了大罪。现在我已经全部明白，暗算我啦，
竟然是我心爱的铁汉英。感情的随缘呐，随天来意，人心的难测，无常啊变。在下愿为国效劳，希望要求海鸥公主你收容提拔。喂，你兄，你若知影阮大哥学做下好鸟？是水莲河甲我讲，如果若不是水莲河甲我提醒，我就犯了大错，做一个不忠不义的罪人。莫讲水莲河的代志啊，水莲河已经死啊呢。即摆你若讲讲伊的名，阮都会。再看，一方啊私心，竟然变成是妄动人。我怎伊怎会将心啊遗恨？因何伊自称伊有自的心？阿爹，江云，你要出去是？是，阿爹。我想要出来去探听一下，到底温玉芳甲水莲河，因两个逃婚，甲柳霜天到底是有甚物关系？阿姐，这件代志暂时唔通轻举妄动。江
刚后表示派入去上府的干涉，结竟有得到一个消息，赤老台5月7决定要兴兵攻打大明的边关，要协助伊出兵的人，正是刘松天。今年5月7就要出兵。现在，咱来研究一个出兵的计划施法。快兵丞相，我李留下。那安尼我来去，两米就拖转来。是。